自己所得到的，仅仅是为此所造下的如三大罪业，最终导致自己漂泊于男人的恶趣之中，无有解脱之事。那这个方面不用特别多的解释。因此，如果我们仅有少分财富，那么应在现在自由自在之时，未来世保存些精致口粮，而今生仅仅能保护必定就医知足了。那这个方面来说到，就是我们也并不是说是只要是能够吃能够穿，就是一定要这样就可以。单单的这样一讲的情况下，很多人是听不下去的。因为这个世界上谁不喜欢享受快乐，谁不喜欢享受幸福？那么就是在那个怎么说呢，世间的金钱谁不喜欢呢？然后就是有了金钱呢，就什么都可以做的，那就没有金钱怎么可以过呢？等等，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说的话，就我们经常都是说的，我们的生活也是为了修行，我们的生存也是为了修行。因为我们都是要知道下面人生的重要性跟它的珍贵性。下面人生为什么讲的那么珍贵？因为有了下面人生的话，就完全摆脱这个六道轮回完全脱离六道轮回，所以才是最珍贵。如果没有一个这样的方法的情况下，人生在一次的短短的时间里面获得了再大的幸福跟快乐，又一次怎么说呢，一个短短的时间，那么在下一世我们怎么来怎么去那么在这些方面没有任何的着落对不对？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光是就为了今生的这一世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人生短短的人生当中的实践法的一些快乐跟幸福，我们必须得要为了生生世世。那么这个来说呢，我们就也可以佛陀释迦牟尼佛给我们教育的这些各种各样的一些对照的怎么说呢比喻跟自己的人生当中所产生的一切经验来看的话，也是如果是再得到一个像这一次一模一样的一个人生的话，那真的很有意思嘛。这样去看一下也是很简单的，非常简单的很多人都是会想得通的，但当然也有很多大部分的人是想不通的。那么不要说是这一次一样的，比这一次更辛苦一点，也是愿意再来一次，会这样想，但是这个是没有自由的。那么下一世是也许是地狱恶鬼出生，就不好说。但是如果是你这一次做了很多功德的话，那下一世就天道阿修罗道都有可能的。但是这些都是比下三道好，但也是不是完全就是永久的这些都是不是永久的。所以究竟的才是真正的能够可以在成佛。所谓的成佛就是那么在脱离六道轮回，然后获得圆满的境界的。所以这个才是我们最重要。所以我们今天的工作也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要修心。因为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不工作是不行，但是要为了修行圆满，就是要祈愿工作顺利。今天的健康是什么？也是为了修心没有健康的身体，就是没有办法修持佛法嘛。所以呢，我们必须得要祈祷健康能够可以在健康的一天可以修一天的法健康的2天我们可以做2天的功德，对不对？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那就是只要感受这个怎么说呢，那个不舒服的痛苦所以就没有办法修行。但是当然，如果是修行人的这个层次，如果是层次有一定的层次的一个人，他生病了，他也可以修行他可以为一切众生发心，然后他可以为一切众生担当一切众生的那个
怎么说呢，痛苦跟一切众生的这个疾病自己来可以怎么说呢感受，然后就是为了代替一切众生，我能可以在生病，以这种会作为一个自他相欢的这种发心跟羞耻，有这种禅定的人来说的话，那就生病也是有功德的。但是大多数的人来说的话，就这个就是有点做不到，而且不会做，不会做的情况下，不懂这个道理的情况下，都会想，我这样发现了以后，会不会我自己病得更重，或者变得更严重，会有这种的恐惧跟害怕。因为什么呢？就没有办法放下自我嘛，所以自然而然就有这个执着。甚至有些修行人，他就是也是就有这些的故事说，好像就是他就为了这样发心的时候，好像他自己变得更重了一点点。那这只是一个自己的一种想法而已。实际上佛陀教给我们的，佛陀让我们发心的这个，并不会因为你这样发了心，所以真的把一切众生的病都变成你的病，你的病就越来越重，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完全没有这个道理。那么你的病本来10天才会好的，那你就以做到这样的发心的情况下，你没有变成怎么说呢，5天就好，或者是这样的情况下，至少7天就一定会好的。打个比喻的话，不可能会变成15天才好，因为本来是10天就好，但是呢，因为了众生发心，所以就15天。这个是不存在的。那有些修行人也是都会这样说，好像我为了谁发了心，就好像会变成这个是不存在的。这是为什么有这种概念？因为不懂佛法的真正的道理跟知识，然后还内心里面真正没有放下自我的人，会自然而然有这种想法。但是正确的来说的话，就我们以后都知道，任何时候都是我们自己不舒服的时候，就这个发心是一定要做，做了发心，这就是你的能够可以在快好的方式，不是说越来越严重的方式。你代替一切众生，你能代替吗？你那么伟大吗？没有办法的。所有的众生的因果是佛陀已经说了，自己造的业没有办法怎么说呢，丢给石头上，或者是不会产生在那个泥土上，都是会在自己的身边发生的。你过去造的功德也是一样，产生在你自己的身边，你就总有一天你就可以感受这个功德的这个福报。那么你自己过去造的业也是没有任何一个人都帮你代替，只是你自己来感受。而且佛陀都会说了嘛，我为宣说解脱之方法，当知解脱依赖于自己。他没有办法用水来可以洗清你的罪业，他没有办法用他的佛的手来拿你的这个业障一个一个，就像这个医生帮你开刀，你的病切出去一样。佛陀没有这样的办法，完完全全自己来承担一切的这个罪过。所以呢，我们就从现在开始呢，就是算是因果方面，就是要重视因果，要有因果的概念，不要去造业。帮助他人的利益是什么呢？帮助他人的做任何的这种事情就产生一点点帮助他人的概念的时候，都是放下自己，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有在放下自己。你今天如果是在纯粹的为了就帮他的时候，你就自然而然就有放下自己。就布施也是一样，你今天做一点点的供养跟布施的时候呢，这就是你把对这个金钱的这个贪性就是放下了，这个贪执就不存在了。所以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当然就是修法不能变成实践法，经常都说的实践八法是什么呢？为了自己的名声，为了自己的精神利益等等，这些为了宣扬人家会宣扬自己，
为了表扬自己，为了有面子等等这种，那就是时间法嘛。而且为了发财，今天我就要布施一点点，舍一点会得多一点的这种想法实际上是不如法的，不是真正的能够成佛的这个质量。那当然从这个里面也有很多的分别跟层次来讲，相当就是你今天有舍就有得等等这种，从因果跟这个福报的概念上来说的，因果是本身来说的就非常的细微的，就分析的话就是非常复杂的。所以呢，当然就是你做一点点布施跟功德，就是会不会得到一些更多的，这也有可能的。但是我们今天讲到的就是完完全全就是为了不是实践法，为了就是要解脱，能成佛的点点滴滴的质量可以累积起来的那种来说的话，那么不是为了得而作为布施跟供养的，这就是是不是成佛的功德？不是。我们为了成佛，所以就是做点滴的功德和供养，也是为了去除自己内心的执着，而且要放下对这个金钱跟财物的这个贪性这才是能够变成真正的成佛的质量的，也成佛的一个方法的一个质量，真正的成佛的质量。所以这个必须得要分得清楚。如果是有的时候就是说你为了要获得，就是比如说升官发财，做任何功德都没有用，这样单单的讲这样一句话的话，那也有很多很多不对的地方。因为佛的故事里面也是有很多的国王过去做了什么样子的布施，就是这一次获得了国王的这个什么这个怎么说呢，地位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些都是实践法的。实践法跟佛法是分两个。那佛法里面所讲的所谓的因果，就是并不是说只是有成佛的这样的一个功德，没有其他任何实践的功德，不是这样的，都有。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短暂的一个利益跟究竟的利益，这两个是很大的区别的。那么在时间的这个功德上面做很多的功德，然后就又获得很多次的这种转轮王的那个国位。那么所谓的转轮王来说的，就相当就是可以说是现在这个世界上的那些大国一样的那么就大国有能力有那个权势的那些大国的领导一样，那就相当就是一个非常有福报，就是获得转轮王的国王，就这样。但是这些呢，就是不是每生每世的。那么就是在一次的时候又经过什么样子，在六道的从地狱恶鬼出生，然后就有这最后就过去生也是一样的，这样下过很多次地狱，又经过很多次恶鬼，也有同样的又得到很多次的国王的身体，就像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也一样，都是不要说是在时间的这个人世界的这些这个我们人类的这个地球上的一些国王而已，不要说是这样的一个国王，我们都是在做过怎么说呢，那个玉皇大帝的这个次数都是算不出来的那么这些来说的话，就是过去的轮回中的时间就是那么的长所以这个当中呢，我们没有做到真正的能够给解脱的功德的质量的情况下，这些时间的功德又一次用完了就没有了。自本作人着康着